北斗星咧係全部用菲林拍攝嘅。拍攝菲林咧有好處亦有壞處。好處咧就係比較有真實感同埋似電影。但係咧，因為我哋係拍菲林嘅時候咧係現場收聲，所以我哋都遇到好多困難。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咩叫北斗星。北斗星咧就係指引方向㗎。喺北斗星裏邊，我飾演一個社會工作者啦。咁啊，主要就係針對社會上面嘅青年問題。咁呢個戲咧就着重人情味多啲。陸小鳳裏邊就演一個比較豪爽啲嘅俠士，所謂風流倜儻啦。而喺呢個北斗星咧就比較沉實一啲，同埋個人比較認真一啲，時時都好勇於面對現實咁樣。喺上個禮拜，北斗星劇集嘅藝員以及幕後工作人員咧就去到又一村南同縣實地參觀。嗱，佢哋同社會工作者一齊座談。南同縣嘅縣長啊、社會福利署首席感化官啊、行政員啊、劉松仁啊，咁大家都好熱烈咁樣發言。點解青少年犯罪問題會咁重要呢？社會感化工作點樣進行呢？喺呢度接受感化嘅男童啊，多數係邊種過錯嘅呢？接受感化之後，佢哋會唔會再次重蹈覆轍呢？個男會舉行咗1個鐘頭咁耐先至結束啊！之後佢哋周圍咁參觀，同啲男童傾下偈，又同佢哋一齊食晏，咁深入了解男童院裏邊嘅生活實況㗎。讀10年書不如行萬里路，參加今次實地嘅訪問，大家都學到好多寶貴嘅經驗。想問一問你喺北斗星劇集裏面啲資料啊，係有冇根據啊？而且啲資料又點樣揾翻嚟咧？個根據咧就係100%都有根據嘅，因為北斗星係一個現實劇集啊。咁嗰啲資料咧，我哋最初時我哋問有關方面攞啦，咁佢哋真係好幫忙咧，就俾咗我哋好多。你開會嘅時候啲錄音啊，有好多 case 我哋可以睇法。咁同時我哋嘅編劇亦都去有關方面即係作第一手嘅資料搜集啦。咁我哋即係。我哋有機會咧，我哋都譬如好似今日咁，我哋嚟到南同苑，幫呢首歌即係傾偈啊，喺埋一齊啊，咁又幫有關方面負責人即係傾下點樣感化呢首歌啊，點樣做工作啊。